该是更加一步咧来做一个这个了解。那嘛希望讲，咱会当大家谨记在心啦，某搁浅的，得搁浅，某搁浅的，咱有当时啊，对于了个修办到咧，足大个指标，但有经历过了着时间、空间的迄个变化，以咱的导演呢，做互伊定义，安尼咧，对有一个修道人来讲，事实讲是一大个危机。咱有当时伫有意无意的当中，有形无形的当中，最容易会去卡到因为咱的疏忽，咱认为无啥，毋知讲咧已经离道一定啊。我讲的离道是讲无修道啦，是算讲咧，咱对于了大个志愿，除了着环境的改变，有当时也考验咧，最容易互一个修道的人咧来对倒落去，安尼事实咧会使讲足可惜。所以讲咧，伫修道来讲起来，咱讲这个传染。入去了着一个志愿，安尼才会当互咱免疫不管，对于了着这个道咧，会当真正咧去甲伊放弃伊时间上的关系我只有2点来做一个报告。第一点咧，就是讲咱7月13，即摆这个礼拜点到即个车。8点到下晡5点，8点到下晡5点，迄个江组长迄个民务组长咱注意这个人才第一个安排3步的安排，3步的安排，咱注意。干啥爱安排？慢不到是一个多出入啦，安尼嘛，那么希望讲一组咧，是不是讲一组大人个？安尼够有够少？敢有一组大人个？新的切的这个选班是差不多17岁记细长的这个机关的工作内容的信息到上万遍的银行的，给大家我贡献，因为亲像咱教育
迄个期间以前，吼，期间以前的班数是40岁以上到70岁，共款是以新的为主，吼，安尼个做着咧，爱尽量努力去鼓励啦，吼，有当时啊咧，亲无提升的事实，也是工作的一种危机，也就是咱同样的危机啦，吼，安尼了解这两点，吼，这两点，咱伫点到的时阵咧，虽然不多啦，到目前这，等一下咱闭班了的时阵，咱自己吼，这样一条鱼啊，起来，